大家好，歡迎收睇4月13號嘅講是講非，我係盧潔雲。特首梁振英宣布，中央應港府要求，即日起停止向深圳居民簽發嚟香港嘅一簽多行，改為簽發一周一行，有機會影響到459萬內地旅客。港府亦都會加強打擊港人走水貨問題。內地官方媒體報道，公安機關即日起停止向深圳市居民簽發赴港一簽多行簽注，改為簽發一周一行嘅簽注。深圳市戶籍居民可以喺每個星期一至到星期日前往香港一次，每次可以在港逗留7日。原一簽多行嘅簽注喺有效期內可以繼續使用。所謂一個銀仔有兩面，內地水貨客冇晒影，北區居民有望耳根清淨，但係對本港旅遊業同零售業就係一個沉重打擊，尤其係主要做水貨客生意嘅鋪頭，更加有裁員倒閉嘅危機。再加上當局增加旅遊配套設施無能，接待能力不足，結果內地客就成為出氣袋。激進派種種不友好姿態，難免打擊內地居民對香港嘅印象同自由市場嘅信心。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全世界唔係得香港先能夠買嘢，內地客冇必要嚟香港使錢買氣售。最壞嘅情況係一周一行措施未能夠杜絕水貨亂象，同時又令到真正嘅旅客心灰意冷。作為香港重要經濟支柱嘅旅遊業將會一沉不起。誰知道內地客已經佔本港旅遊業大半壁江山，佢哋嘅訪港意欲對香港旅遊以至各行各業都產生重大影響。一周一行對香港利弊係點，恐怕有待時間嚟檢驗啦。我哋再睇下另一則本地新聞。立法會星期3恢復二讀辯論財政預算案。立法會秘書處今日下晝表示，截至上星期六，一共收到議員提出2000幾項修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呼籲計劃拉布嘅議員手下留情，避免影響預算案入邊嘅出三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今朝喺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上呼籲計劃拉布嘅議員手下留情，避免影響預算中向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同埋傷殘津貼人士出三糧。佢話若果撥款未能夠趕及喺暑假之前提交財委會，有關嘅津貼可能要等到年底先至能夠發放。本來拉布作為議會少數派一種抗爭手段，偶一為之唔奇怪。只要合情合理合法，市民係唔難理解㗎。但當政客為反對而反對，事無大小都以拉布阻撓，咁就好難唔令人反感啦。特別係以犧牲多數市民利益達到少數議員嘅目的嘅做法，更加係赤裸裸嘅政治騎劫。最諷刺嘅係，部分反對派議員知道拉布不得人心，為咗保住選票，表面上唔可以唔同拉布劃清界線，但就阻止改變議事規則，堵塞漏洞，充分暴露佢哋虛偽嘅面目。當然，政客可以拉布，可以將議會搞到烏煙瘴氣，可以令到政府施政寸步難行，但佢哋唔可能蒙蔽市民，更加冇可能為所欲為。票債終須票償，要令香港重回正軌，首先必須掃除議會垃圾，清理牛鬼蛇神，而選民嘅抉擇正正係關鍵所在。我哋再睇下另一則國際新聞。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正式宣布參選下屆美國總統選舉，並喺官方頻道發放競選短片。Everyday Americans need a champion, and I want to be that champion.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美國時間星期日正式宣布參選下屆美國總統選舉，唔只要做鬥士，亦都要做 champion。I'm running for president. 雖然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對希拉里參選大表支持，但如果佢想創造歷史，成為美國首位女總統，其實都幾有難度㗎。首先，奧巴馬任內致力收窄貧富差距，更加劍指華爾街，因此得到經濟條件較差嘅拉美裔人同女性成為基本盤。但希拉里一直被批評偏袒華爾街，又指佢無視民間疾苦，收昂貴演講酬金，衣食住行樣樣都要同巨富睇齊嘅報導屢見不鮮。奧巴馬嘅基本盤會唔會自動過戶到希拉里，實屬疑問。
其次，希拉里其中一項政績就係佢擔任國務卿期間，為伊核問題談判鋪橋搭路。問題係，就算奧巴馬政府成功促成雙方終極和解協議，各方對伊朗秘密研製核武嘅顧慮，可能仍然不減反增。如果被共和黨借題發揮，宣揚選希拉里就會得到伊朗核武威脅，咁就會令希拉里最引以自豪嘅外交履歷，隨時變成最易被對手捉住嘅政治痛腳。到時希拉里就可能完全陷於劣勢。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收睇 ONTV 東網電視。大家好，歡迎收睇4月14號嘅港視港非，我係李小玉。政改大戰一觸即發，本部接獲獨家消息，港府下個星期三發表嘅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喺入閘同埋出閘門檻上面作出寬鬆嘅處理，以增加唔同政治光譜人士嘅參與機會。權威消息披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經拍板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政府最快喺今個月22號公佈。入閘門檻定為1/10，即係最多會有10個參選人。出閘投票就會採用逐一表決或者信任票制度。最後2至3個候選人由全港選民以簡單多數制一輪投票選出特首。權威消息強調，中央對今次政改態度係絕不退讓，一字不改。喺內容上面嚟睇，方案嘅堅持原則展現咗彈性，中央同港府都希望政改可以通過。特首普選唔單止關乎香港管治權，更加關乎國家主權同埋安全等重大嘅原則，中央根本冇讓步嘅空間。但可惜反對派繼續執迷不悟，第3度發表捆綁式嘅聯署，揚言堅決否決政改。香港從來冇離一人一票普選咁近，但係普選夢能唔能夠成真，唔取決於中央嘅誠意，亦都唔取決於香港主流民意，而係取決於反對派喺立法會嘅關鍵少數票。如果政改最終被否決，咁亦都係反對派嘅責任，係佢哋毀掉咗香港普選嘅大直路。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深圳居民嘅一周一行政策實施之後，內地網上面開始兜售可以代辦1年多次往返香港嘅商務簽證。有消息指，部分深圳水貨客而改申請商務簽證，繼續嚟香港走水貨。呢邊上實施一周一行，喺深圳嗰邊就有人出招應對，有網站以低價出售香港團隊 L 簽，即係團隊商務簽注，聲稱操作便捷，隨到隨走，買家可以輕鬆經羅湖、皇崗、深圳灣、福田等口岸過關，一條龍服務都只係需要5蚊人民幣至到30蚊人民幣不等。所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中央政府不惜抱住寧枉勿縱嘅決心，雷厲風行打擊水貨客，但就俾人利用商務簽注嘅漏洞，狠狠咁刮咗中央一巴。水貨客嘅目的係帶香港嘅貨品去到大陸度出售，係一門有利可圖嘅生意。既然係生意，水貨客嚟香港買貨品供應俾大陸，當然就係商務行為啦。以前佢哋利用一簽多行嘅方便嚟香港掃貨做生意，搞壞咗一簽多行嘅制度。而家佢哋撥亂反正，由正常嘅途徑嚟香港。兩地海關除非有證據證明持簽證人士嚟香港走水貨，或者持有嘅簽證出現咗問題，否則就對住呢啲從正常途徑聲稱嚟香港做生意嘅商務人士，只能夠無奈放行，削弱一周一行嘅成效。而家有心人公然販賣簽注圖利，更加聲言100%成功，當中會唔會涉及弄虛作假，甚至貪腐舞弊嘅成分？中港兩地真係要攜手調查今次嘅事件啦，嚴厲打擊水貨活動同埋水貨交易，由源頭打擊水貨客嘅問題。我哋再睇下另一則國際新聞，伊朗核問題喺1個星期之前先達成歷史性嘅協議，俄羅斯就馬上解除武裝禁運同埋出售防空導彈系統俾伊朗。對於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一簽署政令解除俄製 S-38導彈系統輸往伊朗嘅禁止出口令，美國國務院同埋軍方都表示憂慮，話伊朗令到地區局勢不穩，俄羅斯呢一個嘅做法無助局勢。呢一邊雙先達成歷史性協議，伊朗當然會冒天下之大不韙，製造緊張嘅局勢，影響中東地區和平。呢套 S-38防空導彈系統主要用途係對抗以色列嘅飛彈同埋轟炸機，防止以色列冇預先警告嘅情況之下攻擊伊朗嘅核設施。眾所周知，以色列係中東地區和平嘅重要障礙之一，同阿拉伯國家嘅關係極差，打過無數次大大小小嘅戰役。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曾經高調反對伊朗同西方所達成嘅談判協議，
甚至不惜以軍事威脅伊朗放棄核計劃。對住今次伊朗核問題所達成嘅歷史性協定，以色列都係一概表示反對。可見阿拉伯地區嘅不穩定因素唔係防空導彈，而係以色列。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收睇 ONTV 東網電視。大家好，歡迎收睇4月15號嘅講是講非，我係周仁啊。消委會最新年度超市價格調查今日出爐啦，結果顯示200種較受歡迎貨品嘅舊年價格咧，較前年上升咗1.8%啦。13大類別貨品入邊，即沖飲品同奶類食品同埋雞蛋升幅較大，分別升咗6.7%同4.9%。調查再細分45個組別，當中34個組別嘅貨品平均售價都升咗，當中以淡奶同埋煉奶類升幅最高，達到15.2%。其次就係牛油升咗11.4%。哇！超市年度大加價喎，呢單真係新聞嚟嘅喎。你話超市不嬲日日加？點會啊？我明明喺網上見到啲超市減價牌嗰啲相喎，只不過咧減價之後比減價之前仲要貴1毫子啫嘛。又或者兩支飲品嘅平均價咧比單買一支仲要高咯。嗱，你話超市嗰邊回應係點啊？佢就話啦，價格上升咧係牽涉好多因素嘅，例如通脹租金同埋原材料價格上漲等等。但係明明咧有啲超市嘅老闆其實咪就係個業主咯，又或者超市入面嘅部分商品就係佢哋自家品牌，咁點解會上調價格咧？係咯，點解咧？點都好啦，超市入面賣嘅都係日用品，價格上升最大受害者肯定就係基層市民。往後日子恐怕只會更加難過啊！如果超市有啲企業良心嘅話，算啦，都係當我冇講過啦嚇。我再睇睇另一則本地新聞啦。申訴專員劉燕卿宣布啦，將會主動調查懷疑因為環境保護署同埋運輸署協調不足而導致路邊廢氣測試計劃出現雙重標準問題。申訴專員公署最近收到投訴指，有車輛啱啱通過運輸署嘅車輛年檢冇耐就收到環保署通知，需要再進行跑步機測試。公署初步調查發現，原來運輸署年檢時嘅怠速廢氣測試採用嘅標準並唔包括氮氧化物排放，而該處做年檢嘅22個指定車輛測試中心亦都冇加設跑步機。換言之，車輛即使通過年檢，亦都未必通過環保署嘅新廢氣排放要求。為咗改善空氣質素啦，環保署推出俗稱跑步機嘅底盤式功率機廢氣測試啊！本來都無可厚非嘅，弊在籌劃同埋協調不足，導致問題多多，好事變壞事啊！環保署懷疑同運輸署各自為政，結果係玩殘班車主咯，有啲揾食車甚至因為咁而俾人釘牌添陰公。汽車維修業亦都受到牽連㗎，有啲車主俾人斷正之後，要求相屬車房維修車輛，以便通過呢個環保署測試。點知啲車房耍手兼擰頭原來業界根本就唔清楚合格嘅指標係乜嘢，環保署又冇宣傳，搞到車房有生意都唔敢接所以話港產官僚大事又做唔成，小事又做唔嚟，至於佢哋做環保工作真係盞嘥氣嘅啫。我哋再睇睇另一則國際新聞啦。英國金融時報話，美國正係迎嚟佢哋史上最具皇朝政治氣息嘅競選。美國第45任嘅總統極有可能唔係克林頓家族嘅希拉里，就係布殊家族嘅傑布，前景令人不安啊！英國金融時報嘅評論文章指出，希拉里同傑布布殊將會分別係各自所屬政黨內最有資格贏得提名嘅人選。希拉里比所有潛在對手都有經驗得多，而佢嘅潛在對手並唔多嘅啫。至於傑布布殊面臨嘅戰鬥將會比希拉里激烈得更多㗎，勝出嘅希望亦都細一啲。但共和黨幾乎總係會選擇有背景嘅候選人。金融時報嘅揣測似乎言之過早咗少少，冇錯，希拉里喺民主黨入面似乎已經無敵手㗎啦，唯一可以威脅到佢嘅，淨係得最具份量嘅副總統拜登嘅啫。但係佢一直保持觀望態度，睇嚟已經打算讓賢㗎啦，相信希拉里唔會再滑鐵盧。但另一方面共和黨嘅黨內初選仍然未穩定㗎。繼德州參議員克魯茲同埋肯塔基州參議員蘭德保羅之後盧比奧亦都宣布角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佢哋各有優勢㗎。例如盧比奧得到茶黨支持，加上拉美裔嘅移民之子身份，隨時會將奧巴馬嘅南美裔基本盤搶過嚟。傑布布殊雖然知名度較高，又有家族勢力支持但若果穩操勝券恐怕都係言之過早。
咁講啦，所謂嘅王朝政治隨時係得個噏字嘅啫。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收睇 ONTV 東網電視。大家好，歡迎收睇4月16號嘅講是講非，我係楊嘉莉。有市民就向我哋東網報料，話自從一周一行政策公佈之後，港鐵落馬洲站鄰近嘅 B1 巴士總站水貨客分貨嘅問題更加嚴重咗。咁尋晚就驚見水貨客分貨之後，將啲紙箱抌到一地都係，堆到成座山咁。市民吳先生向我哋報料，話落馬洲支線管制站嘅 B1 巴士總站，星期3晚8點幾有大量水貨客分貨，奶粉、日用品嘅紙箱堆積如山，部分人坐咗喺紙箱上面，質疑水貨客喺1000多行舊證到期之前運送大量水貨返內地。吳先生批評新政策公佈之後，水貨問題更加嚴重。B1 巴士總站對出嘅道路一度塞車2個鐘頭，但係現場未見有警員維持秩序。B1 巴士站呢個位置就係近住落馬洲邊境關口，理論上附近呢應該就有唔少紀律部隊嘅人員返工，其實就唔存在唔知道呢個理由。咁而且呢啲水貨客整出嚟嘅垃圾呢，唔係一件半件，而係堆到成座山咁高。咁好明顯啊，都唔係突然間變魔術咁樣變出嚟噶嘛，而係長時間咁累積出嚟嘅結果。咁水貨客喺邊境關口明目張膽咁走水貨呢，根本嘅原因就係香港唔肯去執法，令到水貨嘅問題越嚟越嚴重。甚至乎咧喺中央政府推行一周一行之後，都冇辦法去解決水貨客嘅問題，甚至係變本加厲。嗱咁樣，就算1000多行改為一周一行，甚至係1月1行都冇用啦。原因就係港府懶去執法，淨係識得喺民怨爆煲嘅時候咧做下樣咁，話就話打擊水貨客，實際上咧就係只係拉到小貓3數隻，唔肯觸動到水貨客嘅核心利益。並唔係真心想解決水貨客嘅問題，咁所以大家都唔好再為政府揾藉口掩飾佢偷懶啦。市區的士工商團體宣布，已經向運輸署提出加價申請，起標由22蚊加到24蚊，之後每跳加2毫，預計喺今個年底生效。市區的士前年加價之後，今個星期內將再申請加價。業界今次更加會破天荒提出4年內加價2次嘅方案，即係喺今年去到18年間至少加價2次，希望可以提高的士司機收入，吸引更多新人入行。將申請起標加價2蚊，即係由22蚊加到去24蚊，之後每跳由1.6加到去1.7。9公里以後嘅車程，因為實施短加長減，現時每跳只係收1蚊。而家樣樣嘢都話加價，咁每一個加價嘅組織總會有諸多藉口。咁今次嘅理由就係的士司機係自僱人士，話佢哋嘅收入低過其他工種，迫不得已要向市民開刀先能夠養活到自己。嗱，呢一種你死好過我死嘅做法，唔通對其他市民又公平咩？的士嘅車租咁貴，蠶食咗司機嘅收入，先至係令到佢哋收入減少嘅原因。更加何況，油價已經喺高位回落一半，營運成本降低，司機嘅收入理應增加㗎。而且同色的士對上一次加價係喺2013年12月，今次加價嘅加幅達到9%，一時間叫市民點樣接受呢？加上而家旅客嘅數目下降，一周一行政策生效，令到內地旅客嚟香港嘅數目雪上加霜。客源已經喺度減少，而家提出加價，做法其實同趕客冇乜分別。就算真係有加價嘅壓力，而家都唔係加價嘅好時機。今日係南韓世越號事故1週年，南韓多個地方舉行追思會同活動，但係大批家屬不滿事故調查欠缺獨立性，以及當局仍然未拍板打撈沉船殘骸。今朝早拒絕接見嚟到悼念嘅南韓總統朴槿惠。今日係南韓世越號事故1週年，預計今晚南韓會有大批民眾出席悼念遇難者嘅燭光晚會。朴槿惠星期4表示將會採取必要措施，盡量打撈世越號嘅殘骸。但朴槿惠喺世越號1週年嘅敏感時刻，仍然決定按照計劃今日出訪南美洲，引起猛烈批評。而總理李宗九今朝亦都喺追思廳被拒諸門外。
世越號海難發生1年，但事情明顯冇解決嘅跡象，而且南韓政府睇嚟亦都冇誠意去解決，因為直到而家為止，沉船殘骸過咗1年仍然未去打撈。船難嘅特別調查委員會竟然因為預算仲未批，所以遲遲未能夠展開正式運作。更加有媒體抹黑遇難者家屬，聲稱佢哋背後有特定嘅政治勢力，話佢哋希望獲取高額賠償金，將沉船問題複雜化同政治化。咁其實作為家屬，只不過係希望調查海難嘅真正原因，還死者一個公道，並且制定一套機制，防止同類嘅悲劇再次發生。但係南韓政府同執政黨漠視生命，迴避家屬訴求，甚至南韓總統朴槿惠喺世越號海難1週年開展外訪，可以話係眼不見為乾淨，逃避責任。所以好難怪死難者家屬對政府徹底失望，拒絕同政府官員見面。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收睇 ONTV 東網電視。大家好，歡迎收睇4月17號嘅講是講非，我係紀奕俊。因應近期訪港旅客減少，旅發局聯同業界急推開心着數大行動嚟救亡。行動召集人李應生話：成個計劃以開心為主，着數就其次，主要係為咗重塑香港可以開心消費嘅氣氛。近期訪港嘅旅客減少，旅遊業前景並唔樂觀。旅發局聯同業界急推開心着數大行動，重塑香港開心消費嘅形象。行動召集人李應生星期5喺電台節目話：希望能夠提高香港開心消費嘅氣氛，並非着眼於商戶嘅業績。佢又話今次參與商戶嘅範疇包括餐飲、零售，甚至觀光景點，同以往分散提供優惠唔同。第一次行動會喺本月底開始，為期5個星期。第二次行動計劃喺7、8月開始，計劃舉辦過百萬嘅抽獎等等，歡迎全港商戶加入。佢仲話佔領行動同埋反水貨客行動令到銷售氣氛轉差，所以推出優惠刺激消費，改善整體消費氣氛。香港淪為臭名昭著嘅趕客之都，港府救亡圖存係可以理解，但係咪真係會起到作用呢？事實上，消費者有選擇權，唔係港府想揀就能夠揀得到㗎。全世界並唔係只係得香港先能夠旅遊購物，只有文明禮貌嘅地方先能夠吸引旅客。一再趕客，連微笑都欠奉嘅香港，只會令人敬而遠之。加上香港缺乏旅遊設施同旅遊景點，服務態度又欠佳，豪客大多都索性去歐美等嘅地方消費。如果以為推出優惠就可以吸引到豪客回流，只怕係一廂情願啦。講到底，好客之都嘅形象易毀難建，首要必須恢復法治精神，有法必執，同時要開拓旅遊景點，增加配套設施，改善服務態度，真正令到旅客開心遊玩同消費。如果港府投鼠忌器，唔敢將搞事分子同幕後黑手繩之於法，咁樣驅蝗光復等嘅鬧劇將會係沒完沒了。就算投入幾多公帑推廣催谷，搞幾多次嘅救亡行動，都係徒勞。我哋再睇另一單嘅本地新聞啦。聯合醫院爆出假醫生事件，一個男人涉嫌喺3月下旬開始至少10次拎住臨時職員證扮醫生巡訪同翻查病人記錄，以及同病人傾偈。警方接報之後，尋日晏晝以涉嫌遊蕩拘捕一個24歲男人。聯合醫院爆出假醫生巡訪嘅罕見事件，搞到人心惶惶。喺澳洲讀醫不成回港嘅90後男生，涉嫌喺3月下旬開始至少10次前臨時職員證扮醫生巡訪。消息指佢曾經喺10A 同4C 病房出現，仲翻查病人記錄同病人傾偈。聯合醫院10A 同埋4C 病房分別係男矯形及創傷科同埋兒童病房。唔少帶小朋友嚟覆診嘅家長都話好擔心。哇！真係唔嚇死都笑死啊！估唔到而家連醫生都有假嘅，而且仲巡訪不下10次。假醫生如此自出自入，聯合醫院想唔承認自己係冇染雞籠都唔得啦。而更加嚴重嘅問題係，嗰個假醫生仲擅自進入病房同偷睇病人嘅病歷，令到病人嘅私隱慘被侵犯。聯合醫院實在係難辭其咎啊！總而言之，醫管局應該立即徹查今次事件，研究點樣修補保安漏洞，以及係往後點樣避免類似事件再度發生。否則市民對公立醫院僅存嘅信心將會係蕩然無存啦。我哋再睇下另一單嘅國際新聞，網上近日流傳一段由富族人民保衛軍發放嘅短片，
片中一個庫爾德族女童自認殺咗400個 IS 戰士。片中一名6、7歲嘅庫爾德族女童坐一支架喺科莫岩石上面嘅機關槍之後，鏡頭外面嘅一名男子問女童殺咗幾多名 IS 嘅戰士，女童就好天真爛漫咁舉起4根嘅小手指，笑住話400個。同之前敍利亞女童誤將相機當成係槍械而舉手投降嘅相一樣，每當睇到無辜兒童被捲入戰火，總係令人心痛㗎。小朋友本應該無憂無慮咁快樂成長，但由於處身戰區，天賦嘅權利就慘被無情咁剝奪。奈何野心家為咗自身利益，總係將百姓嘅死活置之不理。事實上，庫爾德族人之所以會成為攻打 IS 嘅主力，正係因為各國互相傾軋。本來中東各國為咗對付 IS， 暫時緩和咗緊張嘅局勢，但也門出現內戰，頓時將各國嘅注意力吸走。當地唔單止成為沙特同伊朗嘅角力場，連美國都將空軍調往當地協助聯軍戰機進行空中加油。加上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有如一盤散沙，根本冇辦法提供協助。結果庫爾德族唯有頂硬上，成為對抗 IS 嘅馬前卒啦。好啦，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多謝收睇 ONTV 東網電視。大家好，歡迎收睇4月13號嘅講是講非，我係盧潔雲。特首梁振英宣布，中央應港府要求，即日起停止向深圳居民簽發嚟香港嘅一簽多行，改為簽發一周一行，有機會影響到459萬內地旅客。港府亦都會加強打擊港人走水貨問題。內地官方媒體報道，公安機關即日起停止向深圳市居民簽發赴港一簽多行簽注，改為簽發一周一行嘅簽注。深圳市戶籍居民可以喺每個星期一至到星期日前往香港一次，每次可以在港逗留7日。原一簽多行嘅簽注喺有效期內可以繼續使用。所謂一個銀仔有兩面，內地水貨客冇晒影，北區居民有望耳根清淨，但係對本港旅遊業同零售業就係一個沉重打擊，尤其係主要做水貨客生意嘅鋪頭，更加有裁員倒閉嘅危機。再加上當局增加旅遊配套設施無能，接待能力不足，結果內地客就成為出氣袋。激進派種種不友好姿態，難免打擊內地居民對香港嘅印象同自由市場嘅信心。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全世界唔係得香港先能夠買嘢，內地客冇必要嚟香港使錢買氣受。最壞嘅情況係一周一行措施未能夠杜絕水貨亂象，同時又令到真正嘅旅客心灰意冷。作為香港重要經濟支柱嘅旅遊業將會一沉不起。誰知道內地客已經佔本港旅遊業大半壁江山，佢哋嘅訪港意欲對香港旅遊以至各行各業都產生重大影響。一周一行對香港利弊係點，恐怕有待時間嚟檢驗啦。我哋再睇下另一則本地新聞。立法會星期3恢復二讀辯論財政預算案。立法會秘書處今日下晝表示，截至上星期6，一共收到議員提出2000幾項修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呼籲，計劃拉布嘅議員手下留情，避免影響預算案入邊嘅出三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今朝喺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上呼籲計劃拉布嘅議員手下留情，避免影響預算中向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同埋傷殘津貼人士出三糧。佢話若果撥款未能夠趕及喺暑假之前提交財委會，有關嘅津貼可能要等到年底先至能夠發放。本來拉布作為議會少數派一種抗爭手段，偶一為之唔奇怪。只要合情合理合法，市民係唔難理解㗎。但當政客為反對而反對，事無大小都以拉布阻撓，咁就好難唔令人反感啦。特別係以犧牲多數市民利益達到少數議員嘅目的嘅做法，更加係赤裸裸嘅政治騎劫。最諷刺嘅係，部分反對派議員知道拉布不得人心，為咗保住選票，表面上唔可以唔同拉布劃清界線，但就阻止改變議事規則，堵塞漏洞，充分暴露佢哋虛偽嘅面目。
當然，政客可以拉布，可以將議會搞到烏煙瘴氣，可以令到政府施政寸步難行，但佢哋唔可能蒙蔽市民，更加冇可能為所欲為。票債終須票償，要令香港重回正軌，首先必須掃除議會垃圾，清理牛鬼蛇神，而選民嘅抉擇正正係關鍵所在。我哋再睇下另一則國際新聞。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正式宣布參選下屆美國總統選舉，並喺官方頻道發放競選短片。Everyday Americans need a champion, and I want to be that champion.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美國時間星期日正式宣布參選下屆美國總統選舉，唔只要做鬥士，亦都要做 champion。I'm running for president. 雖然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對希拉里參選大表支持，但如果佢想創造歷史，成為美國首位女總統，其實都幾有難度㗎。首先，奧巴馬任內致力收窄貧富差距，更加劍指華爾街，因此得到經濟條件較差嘅拉美裔人同女性成為基本盤。但希拉里一直被批評偏袒華爾街，又指佢無視民間疾苦，收昂貴演講酬金，衣食住行樣樣都要同巨富睇齊嘅報導屢見不鮮。奧巴馬嘅基本盤會唔會自動過戶到希拉里，實屬疑問。其次，希拉里其中一項政績就係佢擔任國務卿期間為伊核問題談判鋪橋搭路。問題係，就算奧巴馬政府成功促成雙方終極和解協議，各方對伊朗秘密研製核武嘅顧慮可能仍然不減反增。如果被共和黨借題發揮，宣揚選希拉里就會得到伊朗核武威脅，咁就會令希拉里最引以自豪嘅外交履歷，隨時變成最易被對手捉住嘅政治痛腳。到時希拉里就可能完全陷於劣勢。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收睇 ONTV 東網電視。大家好，歡迎收睇4月14號嘅港視港非，我係李小玉。政改大戰一觸即發，本部接獲獨家消息，港府下個星期三發表嘅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喺入閘同埋出閘門檻上面作出寬鬆嘅處理，以增加唔同政治光譜人士嘅參與機會。權威消息披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經拍板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政府最快喺今個月22號公佈。入閘門檻定為1/10，即係最多會有10個參選人。出閘投票就會採用逐一表決或者信任票制度。最後2至3個候選人由全港選民以簡單多數制一輪投票選出特首。權威消息強調，中央對今次政改態度係絕不退讓，一字不改。喺內容上面嚟睇，方案嘅堅持原則展現咗彈性，中央同港府都希望政改可以通過。特首普選唔單止關乎香港管治權，更加關乎國家主權同埋安全等重大嘅原則，中央根本冇讓步嘅空間。但可惜反對派繼續執迷不悟，第3度發表捆綁式嘅聯署，揚言堅決否決政改。香港從來冇離一人一票普選咁近，但係普選夢能唔能夠成真，唔取決於中央嘅誠意，亦都唔取決於香港主流民意，而係取決於反對派喺立法會嘅關鍵少數票。如果政改最終被否決，咁亦都係反對派嘅責任，係佢哋毀掉咗香港普選嘅大直路。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深圳居民嘅1周1行政策實施之後，內地網上面開始兜售可以代辦1年多次往返香港嘅商務簽證。有消息指，部分深圳水貨客而改申請商務簽證，繼續嚟香港走水貨。呢邊上實施1周1行，喺深圳嗰邊就有人出招應對，有網站以低價出售香港團隊 L 簽，即係團隊商務簽注，聲稱操作便捷，隨到隨走，買家可以輕鬆經羅湖、皇崗、深圳灣、福田等口岸過關，一條龍服務都只係需要5蚊人民幣至到30蚊人民幣不等。所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中央政府不惜抱住寧枉勿縱嘅決心，雷厲風行打擊水貨客，但就俾人利用商務簽注嘅漏洞，狠狠咁刮咗中央一巴。水貨客嘅目的係帶香港嘅貨品去到大陸度出售，係一門有利可圖嘅生意。既然係生意，水貨客嚟香港買貨品供應俾大陸，當然就係商務行為啦。以前佢哋利用一簽多行嘅方便嚟香港掃貨做生意，搞壞咗一簽多行嘅制度。而家佢哋撥亂反正，由正常嘅途徑嚟香港，
兩地海關除非有證據證明持簽證人士嚟香港走水貨，或者持有嘅簽證出現咗問題，否則就對住呢啲從正常途徑聲稱嚟香港做生意嘅商務人士，只能夠無奈放行，削弱一周一行嘅成效。而家有心人公然販賣簽注圖利，更加聲言100%成功，當中會唔會涉及弄虛作假，甚至貪腐舞弊嘅成分？中港兩地真係要攜手調查今次嘅事件啦，嚴厲打擊水貨活動同埋水貨交易，由源頭打擊水貨客嘅問題。我哋再睇下另一則國際新聞，伊朗核問題喺1個星期之前先達成歷史性嘅協議，俄羅斯就馬上解除武裝禁運同埋出售防空導彈系統俾伊朗。對於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一簽署政令解除俄製 S-38導彈系統輸往伊朗嘅禁止出口令，美國國務院同埋軍方都表示憂慮，話伊朗令到地區局勢不穩，俄羅斯呢一個嘅做法無助局勢。呢邊雙先達成歷史性協議，伊朗當然會冒天下之大不韙，製造緊張嘅局勢，影響中東地區和平。呢套 S-38防空導彈系統主要用途係對抗以色列嘅飛彈同埋轟炸機，防止以色列冇預先警告嘅情況之下攻擊伊朗嘅核設施。眾所周知，以色列係中東地區和平嘅重要障礙之一，同阿拉伯國家嘅關係極差，打過無數次大大小小嘅戰役。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曾經高調反對伊朗同西方所達成嘅談判協議，甚至不惜以軍事威脅伊朗放棄核計劃。對住今次伊朗核問題所達成嘅歷史性協定，以色列都係一概表示反對。可見阿拉伯地區嘅不穩定因素唔係防空導彈，而係以色列。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收睇 ONTV 東網電視。大家好，歡迎收睇4月15號嘅講是講非，我係周仁啊。消委會最新年度超市價格調查今日出爐啦，結果顯示200種較受歡迎貨品嘅舊年價格咧，較前年上升咗1.8%啦。13大類別貨品入邊，即沖飲品同奶類食品同埋雞蛋升幅較大，分別升咗6.7%同4.9%。調查再細分45個組別，當中34個組別嘅貨品平均售價都升咗，當中以淡奶同埋煉奶類升幅最高，達到15.2%。其次就係牛油升咗11.4%。哇！超市年度大加價喎，呢單真係新聞嚟嘅喎。你話超市不嬲日日加？點會啊？我明明喺網上見到啲超市減價牌嗰啲相喎，只不過咧減價之後比減價之前仲要貴1毫子啫嘛。又或者兩支飲品嘅平均價咧比單買一支仲要高咯。嗱，你話超市嗰邊回應係點啊？佢就話啦，價格上升咧係牽涉好多因素嘅，例如通脹啊、租金同埋原材料價格上漲等等。但係明明咧有啲超市嘅老闆其實咪就係個業主咯，又或者超市入面嘅部分商品就係佢哋自家品牌，咁點解會上調價格咧？係咯，點解咧？點都好啦，超市入面賣嘅都係日用品，價格上升最大受害者肯定就係基層市民。往後日子恐怕只會更加難過啊！如果超市有啲企業良心嘅話，算啦，都係當我冇講過啦嚇。我哋再睇睇另一則本地新聞啦。申訴專員劉燕卿宣布啦，將會主動調查懷疑因為環境保護署同埋運輸署協調不足而導致路邊廢氣測試計劃出現雙重標準問題。申訴專員公署最近收到投訴指，有車輛啱啱通過運輸署嘅車輛年檢冇耐就收到環保署通知，需要再進行跑步機測試。公署初步調查發現，原來運輸署年檢時嘅怠速廢氣測試採用嘅標準並唔包括氮氧化物排放，而該處做年檢嘅22個指定車輛測試中心亦都冇加設跑步機。換言之，車輛即使通過年檢，亦都未必通過環保署嘅新廢氣排放要求。為咗改善空氣質素啦，環保署推出俗稱跑步機嘅底盤式功率機廢氣測試啊！本來咧都無可厚非嘅，弊在籌劃同埋協調不足，導致問題多多，好事變壞事啊！環保署懷疑同運輸署各自為政，結果咧係玩殘班車主咯，有啲揾食車甚至因為咁而俾人釘牌添啊，陰公！汽車維修業咧亦都受到牽連㗎，有啲車主俾人斷正之後，要求相屬車房維修車輛，以便咧通過呢個環保署測試。點知啲車房耍手兼擰頭啊！原來業界根本就唔清楚合格嘅指標係乜嘢，環保署咧又冇宣傳，搞到車房有生意都唔敢接啊！所以話咧，港產官僚大事又做唔成，小事又做唔嚟，至於佢哋咧做環保工作真係盞嘥氣嘅啫。
我哋再睇睇另一則國際新聞啦。英國金融時報話，美國正係迎嚟佢哋史上最具皇朝政治氣息嘅競選。美國第45任嘅總統極有可能唔係克林頓家族嘅希拉里，就係布殊家族嘅傑布，前景令人不安啊！英國金融時報嘅評論文章指出，希拉里同傑布布殊將會分別係各自所屬政黨內最有資格贏得提名嘅人選。希拉里比所有潛在對手都有經驗得多，而佢嘅潛在對手並唔多嘅啫。至於傑布布殊面臨嘅戰鬥將會比希拉里激烈得更多㗎，勝出嘅希望亦都細一啲。但共和黨幾乎總係會選擇有背景嘅候選人。金融時報嘅揣測似乎言之過早咗少少，冇錯，希拉里喺民主黨入面似乎已經無敵手㗎啦，唯一可以威脅到佢嘅，淨係得最具份量嘅副總統拜登嘅啫。但係佢一直保持觀望態度，睇嚟已經打算讓賢